讲到今仔早起呢，有一个阿伯早起去到这家人的坎仔顶买鱼啊，所以因为身躯无爽快呢，就登到车顶休困。互发现的时阵，已经无喘气心跳，真有可能是天气伤过寒来生公死。根据统计呢，类似这款的情形，到病院进前就乌开人数，最近6天就181个人，敢若昨一天就35个。另外呢，这天气温差真大，真侪人因兜的态度就规个碰起啊。 我们要上去哪里？连岗。技术夜冲草山，经过冷水坑刷身体室温降到无法度骑车落山，这当卡以救化救。天气冷的情况下，容易造成所谓的低体温，加上这个血管可能又扩张之后又收缩，而造成所谓的血压上升，血压波动情况会变得更加剧烈。天气冷，注意穿较少的，尤其这几日温度继续降。消防署统计，看年的起到初5，患者因为来考疾病，到以前无喘气心跳，全台累计有181人，一日拢超过20人。初5比初4甚至加12人，一日就有35人。 警消讲破车窗光出驾驶，同款是非创伤的紧急救护案。初6也阁发生，车内便发25岁透早去家人的坎仔顶鱼市买鱼，突然身体无爽快，伫车顶休困，也毋过过伤久无转去，亲友着急找人，方发现已经无生命现象，亲像天气冷，雄雄死亡，也毋过确实死因有待澄清。疑似因身体不适返回车上休息，相关事发原因目前正由警方采证鉴识厘清。 天气冷诱发的状况侪伫健康方面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，过来有未少骑家的态度陆续出现扑起来，甚至破裂情况。2大关键因素，除了温度以外，有的是施工因素，变成这个瓷砖跟这个砂浆就粘不好，空气再去进入，空气混凝土砂浆的热膨胀系数又比瓷砖还大，就把瓷砖一带就造成一个 额外的一个应力产生，民间厝的态度造成灾害，都是发生碰撞现象。除了经过甲环境因素，专家分析，甲气温的转变，尤其变冷，也是一项主要原因。建议轻轻卡出来态度，只要听到空鼓音，就代表可能有各样爱提前做好防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